感恩乜法一百挑戰54日。有幾開始喺度可以玩，可以食嘅。我今日嘅目標係要同人一齊，玩到上面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好好休息，我好感恩啊！可以食嘢，可以瞓覺，可以玩，有好好嘅天氣，有啲陰天，然後有空氣，有樹木，有花草，有動物。然後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老公陪我湊仔，好感謝我老公同我拍拖，好感謝我媽媽陪我煮嘢食，好感謝我嘅朋友同我去 K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陪我一齊成長。感恩乜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進步。我這裡的是大大。